考大学的学测今公布分数，国文科的分数是甲去年差不多。数学 A 的满积分有1333人，数学 B 的满积分比去年佮减少要500人。因正前数学 A 考试，做下高中的考场有提早1分钟讲钟，提早收工，有56个人受到影响，会当佮加1级分。 今年学测有12.172人来报考，国文甲英文有9.96考生来选考。国文5标甲去年完全同款，15积分满积分有2970人。英文的5标甲去年差不多，满积分3677人，是满积分人上侪的科目。那积分分配是均匀的，那相当符合我们的测验目标。社会甲自然5标甲去年来比是增加也是同款。 讲是最近3年上困难的数学比，顶标12甲去年同款，前标甲均标9积分甲6积分，拢比去年减少1积分，满积分1278人，比去年减少458人。若是数学 A， 顶标12积分，前标10积分，比去年提悬1积分，满积分有1333人。其实比前2年明显平缓。 那显示我们的积分分配是较为均匀。大考中心表示，数学 A 经过近2年的风波，积分分布较稳定。另外，今年数学 A 的考试，左营高中考场因为结束铃声提前1分钟，学生提早收工。大考中心表示，有1065人完试的分数补0.01分到0.49分，换算积分56人提悬1积分。 积分异动的范围从6到14积分异动到7至15积分。虽然调整完试的分数无济，敢若56位考生积分加1积分，也毋过有考生为14积分变做15个满积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